我係阿 King，係負責商場環保工程嘅初級項目主任。今日第一日返工嘅工作就係要了解商場嘅環保項目。除咗用 LED 燈同較細啲冷氣，仲可以做啲咩咧？重用啲水得唔得咧？將洗完手嘅污水用嚟拖地可唔可以咧？可唔可以用嚟淋花咧？啲污水要點過濾先可以用嚟灌溉植物咧？究竟點樣先可以確保到過濾嘅水符合到重用標準呢？ King，總經理，你喺度睇緊啲咩啊？我了解緊啲污水處理方法，睇下可唔可以優化到商場嘅環保項目啫嘛。我哋同生產力局合作喺 Airside 安裝咗一個結合人工濕地嘅污水淨化循環再用系統。首先，每日從商場6樓洗手間收集污水到處理系統做第一層過濾，跟住做4次微生物過濾，去除污染物，再將水引流到人工濕地灌溉，利用植物根部同微生物產生嘅分解作用，進一步去除污染物。之後再儲起呢啲淨化咗嘅水作循環再用。咁個系統真係又靚又環保喎。不過啲水咧雖然經過有機方式過濾啦，點樣可以確保啲水符合香港嘅重用標準呢？我哋當然有考慮到呢個問題啦。生產力局仲研發咗監測系統，方便我哋檢查污水排放嘅運作，同埋自動調節嘅水質狀況。加上每月定期進行水質測試，所以呢啲再用水符合晒標準，好安全㗎。唔怪得咁多企業都咁重視新質生產力啦，可以將科技同埋環保結合埋一齊。放心啦，總經理，我會繼續努力，諗多啲高質嘅 project idea 俾公司㗎。好。